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是6月18日，咱的因为爱你即个早起的即个灵修的活动，希望咱会当持续伫咱每一天的灵修的内面，互咱会当来看上帝话、读上帝话，来将上帝话起调伫咱的心内，互咱逐天对上帝话来得到快乐。今仔日咱所要看的圣经节是伫《使徒行传》21章。使徒行传的21章第1节到第16节，使徒行传第21章第1节到第16节，这是有关保罗先生的一段的记录。咱来看这个圣经，若是无咱会当来看这个 PPT 顶面有这个圣经节，也是咱会当来看，咱家己会当来掀开圣经来看。若是无请大家会当来听。牧师来伫遮来讲这段圣经，伫《使徒行传》的21章第1节到16节。阮已经离伯因开船直直到高苏，隔日到罗底，对遐搁到帕达拉，拄着一只船要过去，腓尼基就大伊起身，已经看见基比路对正边行过，到叙利亚。伫推罗的上山，因为船伫遐下载，找着有学生，甲因待7日，因对神感动，甲保罗讲，无得行到耶路撒冷，遮个日已经满，阮起身行，众人甲某囝送阮到城外，就拢跪落伫海边祈祷。逐个小时，阮上船，因倒转去因兜。阮对推罗水路行近，就到多利麦，请安兄弟，甲因待一日。隔日起身到该撒利亚，入传福音的人腓利的家，甲伊相结大。伊是迄7个人中一个，伊有4个查某囝。拢是在色女，也做先知。阮伫遐几啊日，有先知名阿加布，对犹太落来，就近阮，摕保罗的带，绑家己的骹手，讲圣神讲，犹太人伫耶路撒冷要安尼绑即条带的主人，交伫外邦人的手。阮听见即个话，就甲迄所在的人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，保罗就应讲：恁啥事提口来挫擦我的心啊！我为着主耶稣的名，毋若受绑，就死伫耶路撒冷也已经变啦。伊毋受苦劝，阮就煞讲主的旨意得着成就是。这日了后，阮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。该撒利亚几啊个学生甲阮去，也带一个基比路人拿孙是旧的学生，阮要歇伫因兜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伫即段圣经的内面，当然，咱若突然间看到即段圣经，无甲会明白甲了解。保罗先生是伫新约圣经内面一个真有名一个使徒，所以伊为传福音伫上帝遐领受即个使命，伫主耶稣遐领受即个使命，会当去到外邦人的所在去传福音。总是伊当着即个伫有先知伫即个所在，伫遐咧甲讲有将来伊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，因就要将即个保罗甲绑起来，即个即个官府就要将伊绑起来，甚至即个送去到伊无愿意去的所在。对保罗来讲，伊明明知影这是一个危险，伊明明知影这是一个毋通去的所在，总是伊愿意因为安尼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愿意来落咱伫即个所在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希望上帝互咱会当来了解一件代志。古早咱的这使徒，这上帝所差遣的传道者，因无因为危险，因无因为艰苦。因无因为遮个代志会去撞到一寡无顺利的事，至到因就无爱去传即个福音。
咱也看见保罗，伊愿意家己受绑，甚至来到即个罗马的所在来受审判，会当来见到即个罗马皇帝的面，至到会当伫罗马皇帝面头前，会当来考劝罗马的皇帝，互伊犹原会当有机会来信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咱信主的人，毋是逐工过好日子；咱信主的人，毋是逐工过即个无灾无病的日子。总是有当时啊，咱透过有一寡苦难，透过有一寡艰苦的事，透过有一寡无顺利的代志，咱犹原会当来为主来传福音。以早牧师捌碰到一个人，伊讲，伊以早是伫教会内面是诗班的班长，是即个圣歌队的班长，甚至伊是教会的执事。总是伊破病，伊无法度能好来去正常的工作的时，伊讲伊真艰苦，真逼迫。伊讲我无法度来为主来做见证，总是我有甲苦劝，我讲亲爱兄弟啊，欠彩你即马无法度伫正常的工作，你无法度伫正常的即个你的行达行为来见证咱的主，总是咱会当透过，咱会当伫即个破病的时，伫病院的时，咱犹原有一个喜乐甲欢喜的心。甚至咱会当对这医生甲护士来传福音，甚至对你的病患你同款的朋友来传福音，这是上帝予咱一个真水真好的机会。所以，并毋是咱破病就无法度通来见证主耶稣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欠彩当着困难困境的时，犹原咱也会当来为主来做见证。最近牧师也有看到，有一个人因为染到这个COVID-19 这个病毒。总是伊也犹原会当伫病床的内面，伊的朋友来传福音，遮个即个护士医生来传福音，甚至遮个护士、遮个医生感觉讲，哇，即个人为虾米遮尔紧就来恢复伊的身躯？所以即个人伊就做见证讲，主来医治我，主帮助我，甚至伊帮助着伊的朋友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，欠彩有真侪代志无顺咱的心，毋是顺咱的意思，总是主透过各样的方式，互咱犹原会当为伊来做见证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困境的当中，咱犹原会当来保持即个欢喜甲快乐的心，互咱看见信主的人有喜乐，信主的人有平安，信主的人咱时常来为主来做见证。愿上帝赐福咱平安。